来每年看火警股的季节已经迈入第18档，今年因为欠缺雨水，影响火警股生糖，所以数量恐惊会减少。不过为了让民众欣赏难得的生态保育成果，加游荡花美景，可以当品尝在地梅仔制品加农特产伴手。观光旅局特别开记者会，嘛提醒民众今年5量步道来看火警股，一定要网络登记报名。会中市长嘛亲自出席宣传，邀请大家4月29到5月14做回来每年观光旅游。南溪好山好水，而且最重要的，它是很多的这个环境都没有被破坏污染，所以呢。萤火虫容易的出现，而且是在全台湾少数非常极少数在低海拔就看得到萤火虫的，很多地方都要到山上才看得到。因此呢，来南溪看萤火虫那是最漂亮的，而且我们山区有南溪的绿荧光，在海边有将军渔港的蓝眼泪，所以通通都是非常适合大家来的。南溪不仅如此，还有我们的梅子、梅岭，还有我们的桐花，看桐花。看吃梅子鸡，喝美酒，那晚上来看这个我们看这个萤火虫，看完萤火虫去洗个温泉，睡个大觉，这是好侠义很漂亮、很舒服、很休闲的一天。欢迎大家来到南溪。为期3礼拜观赏火警股，为了避免熊客力伤济人，冲击着生态环境，所以一定要预约。家里每一天2个梯次，分别是下晡4点到5点，下晡5点半到6点半。每一个梯次以800人的总量管制，好让民众共同维护丰富的生态资源。咱的新闻，军事采访报道。